美言，要安尼爱不会松啦。不过东南审案啊，清楚又希望输开人啊。亲手爱查出来，迄帮人做的啊，狗毛子根本就起来乱的。好，爱弟。上来咧，上来咧。三六哥，底下有其他的，迄山地咧因吼动力好喏，因兜吼就正经的空用呢，真的假的？假的啦，嘿，俺们正经3D 猎鹰嘅。正经的啊，你看这边吼有几号变切克咧，啊地板吼搁空心的呢。吊起来，那样塞爆暗环啊！哎呀，用用的咯。个迄阵迄家就分清啦。汉切啊！也迄台咩嘛个4年骨头啊！啊，咪日来也唔可以查啦。至少本来连地都讲啊，马个同3D 猎鹰哦，係咪啊？我趟到发富林，家用都遐摆做，现在都发现来做教育铺装就好啦。唔要用抹砂，抹砂哪能付出抹砂标的啊？你讲的有点嘛啥？一定係其中一片呐。你讲唔要杀头里种，就会立刻危险。我看伯公庙的地要赶快处理哦，不然会出大事。这人家的事啊，外人也不好说什么。怎么会是人家的家事？只要扯到伯公，就是我们大家的事。要换作是你家的地，你会讲得那么轻松吗？他呀子孙昂昂，他就分唔清。这古今融合，真係人啊！唔着去查清楚。这4人骨头係卖人标的，我知道一听係对定爱来的，徛本爱做到，我一定会本期货款。韩国去某杯中消息，讲这骨头係杀条夹木下面嘅，手係上爱炒铁皮。爷，应该冇危险。手係無人先，真係唔着去中消息啦。獻祭愛多咧，愛無奉騙做鐵道嘅動作，唔着去老愛買奶中消息，就講殺條時代下同愛講好咧，愛買天愛陳廟，無所也咩出家骨頭事件。打算向愛老天家辦過。好啦，安尼冇你危險。咱若建议爱吼，爱去说服阿爸买铁，佮去说服阿爸唔使庙，看安尼都得解决一下个问题。我嘅意思係講，佢殺條爸大擺都講佢唔愛買鐵啊，也唔講我哋可以講佢愛買鐵，安尼咩真奇怪。咩？唔將改做講殺條爸來潛講佢想愛買鐵，希望啲人冇使貓，安尼較會本人上心嘛。往出就會來佢講，佢咩假骨頭炒鐵皮，安尼就騙動人咧。用嘅愛講到愛唔使廟，唔啲上乜街啊？冇，我唔敢想乜嘅，也係造謠，唔係事實啊。好，就照唔講嘅按嚟做，記得老愛做事情唔是有鐵道嘅想法，錯冇太有。哦，好，還有，喊拜愛啲講法，點點啲冇。係啦，睇本樣中嚟投票啦。以後用假法，假假人記得冇？像用假假東西，人也會再用你照顧啊，什麼？
好，記得咯。哦，拜拜拜拜。佢兩隻啊，攞幾條鄉親嘅債都擺起來呢，唔使佢錯啦，就嚟投票啦。都嚟攞好呀。大家，係好大嘅。你係唔係未成年？係啊，未成年，日頭我都係投票呢個啦。係使，鐵坤一禮拜啊，先去投票上來，記得咯，1號強加法。投完以後唔該幸福，嘿嘿，係使。大家，唔見2號嘅總鋪同2號來票，唔會吃到怪怪的。關呀屁亂啊！天公一亞上意外總鋪。啊，2號來咧，東西收起來。夾。帶下。差人條。你哋在做嘛？哦，想講天公伊總鋪要重新開始咧，就先整理一下啦。給看板我先讓你掛好來嘛。哎，看板掛看板。殺啦！夾到喂！剪刀片的啦。掛好來啦。差人條。天公你開始我眼出現。今日暗部唔欠眼嘅，木上回來。好，俺郎出現，兄弟我該處理。我那些小吃啊。我知道你懂得用心，就唔按等一下呢。真懂事實嘅角度去看事情。人家他這樣低哦。東年根本就無關心亞扎里啊，像迄位到內位有好處，就去內位，自家吃虧，就愛人出來開。人啊，多多少少啊，係知識啊。不過，還係要千多年啊，千多年前呢，像個學到北方嘅阿水哥啊，那啲事情講，一聽說人殺頭髮。你知道，韓後愛買 T，當做的100幾所有嘅事情啊。其實娘富豪根本唔是白也條知啊。愛啲啊，家家兩嘴嘅想法，總講咩，就係強用鐵架破啊，你係咪傳冇叫嘅？家家嘅阿公啊，後生嘅時節啊，同人投資嘅米數工廠，結果倒貼，收人當多錢啊，連工錢都發唔出啊，所有的股東啊都賺唔掂。結果家家嘅阿公啊，拿錢出來啊，留嘅條商人嘅工錢啊，總過半年咧。一隻司機哦，係係有戇嘅。當講係冇唔錯啊，係講乜嘅事情啊都按計較，佢就真勁當天嘅。故說係將冇主動家家，係用啊幾隻家婆老公啊，裝戇嘅霸列條債。我做唔得咩牙背哦。哪知道沙頭巴上睇到嘅啊！阿公頭擺咩唔知，我要機會去看一去啊！我說時代在進步，社會改變，沙頭巴會變嘅啦。佢係就安靜咯，係咪按到沙條係？家家嘅爸爸身體哦越來越差。呢一擺總算退休誒，下擺哦要好好同佢保養身體。姨父，確定沙頭巴會退休誒，還看冇買其他嘅金線款版。阿娘，你想清楚自家嘅油係大家嘅價呢？千差嘅啊，講幾個年咧，最尾哦係喺外國度做嚟，其實發同佢開始咧，仲話佢幾百。油，爸妹，and you be my 武器。
强勉范雄投票救大家。咱10個3年總來投票，安尼票較熱啦。有比無較好啦。存到2禮拜誒，就多啊先嘅事情啊，還係會談入拜拜。唱個調，拜託啊，還係會做呀。就阿秀啊出郵票，先寄出來安尼啊。來啲啦。伊不愛，從來都冇人想我樣。唔過禮拜，2日前我樣，老愛出去跳戲，嚇。你樣啊，姨母，家家雖係一隻衰人，不過你絕對比無先仔好啦。有人像安尼糊弄人嘅哦，糖的事就好咧啦。人愛直通，火愛龍空，唔驚路長，超驚自動。不過，今晡日係強家法精神里長發通嘅天日，今晡日留下響牌交俾家家，你代表留下副北宮嘅責任交俾家家咯。希望北宮何必家家順勢當選，本期有幾筆啊，留下副北宮嘅精神，我繼續服務鄉里，初步鄉情。1號強家法當選，1號強家法當選，1號強家法當選，1號強家法。我會查嘛，有模有樣的，我妹唔會查哦。頭家，人家啲天然醫學診藥，我用嚟同醫學嚟票。講，叫我走。1號當選，1號當選。大家好，今晡日係競選發通嘅天日，咱也會同大家報告前一步嘅本鄉親知道清煩惱嘅流浪狗嘅事情。經過咱嘅規劃和個協調，也條狗誒已經轉到幸福泉培育機構做培訓咧。個無結果，也條狗誒就做啲轉到社會做一條嘅組盤規劃，也就係咱嘅辦事效力。哪有事情為情愛？哪無事情咩為情愛嘅娜娜？好嘅，就這個1號劉娜娜當選，1號當選，1號當選，1號當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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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號當選，當選。李總當然做得做同多事情啊！李總做得做嘅事情哦，多多超過我們嘅想象啊！殺氣情嘅，說安維護，做咩會做狗嘅，行嘅做得做條啦！啊，再來投一票，少少看入我呀！我親手做得離開本用4年1年，用了還可以哈嘛？喂，喂，喂，喂 ，TMD， 一下都唔講年前就錯了。出現正經一早被本人失之嘅條路，正經項目又被有人按好獻計。老李總三條歌，我老李總嘅位嘅高本家妹嘅家家，向大家支持高條李總候選人1號家家強家法，本候選人為高條李服務，高條李有新嘅勝利。大家堅持法庭競選開始將來拜票，無安尼拜下去又要團體啦。你咪懂好啊，下禮拜就有川字機咧。董事，加油哦！董事啊，今年加油！嘎，董事，來啦！健康健康，都來動一下。
讲乃唔好，听讲伊哦买怪怪本名啊。嘎嘎东线一号东线，嘎嘎东线一号东线，嘎嘎东线一号东线。哎，拜托大家以后讲假吧，啊，什么？沙头哥，师从你人讲，二楼天买摕咧，系冇？乱讲，俺老老天买特。二楼委员讲好诶，二买天伊都唔使咩话。钢铁，天慢走啊！这个有一些钱就做一投资嘿。当然啊，伊做拍都做得，唔过啊，爱天女哦，用拍都少诶，唔知哦，商品我做好咧啊。哦，今日投票就一千了。哦，咁强，咁强，一号，一个钱嘞，咁强。东线一号东线一号东线。啊，感谢。头家，沙头同伊讲好，佮从日开始有效果的，家下东东乡亲再来问呀。感谢大家。感谢。一号东线，东线。再行呗。公公，吃饭了没？啊，你们回来了，东西就放在外面好了，随便你们怎么搞啊。阿公公，哎呦，新里长回来了，东线。阿公公别再喊了，我听你一整天耳朵都痛。叛徒，俺小要来帮忙。那个叛徒，俺就去卧底好吗？一号东线，一号东线，一号东线。卧底的。大家，唔該，一四喺執拳咧，起條嘅應該差唔多嘅。哎，唔對，他嘅比例愛記清楚來哦。到時上個水中心結片，加速兩步，太陽兩步，愛壓掉司機。乃迪，阿公，祝你中，来掰票哦。不用哎，有事情问你一下。哎，你要干什么你干什么？阿公，没事啦，例行访视而已，没事。坐。就是之前伯公庙假人骨那件事，立凯委员一直给我们局长压力，要求限期破案，搞得我们到处都来了解一下。我们做个样子给他看啊，其实啊，这个案子根本不会成立，没有受害人，没事。我知道，一听迄对电话来嘅，徛，本来作动，我一定会本记好看。是啊。枪查结到治安重点人口，某11嘛，没有可能系外地人啊！俺唔系老用天数联络犯罪侦防中心，唔就一套资料啊！不过委员，这篇提交的资料没有限了。迄种你切卡去上判法没？俺无想个老师情咩都脱胎，像我老爱查出来，迄乜人做的出好咧。双唔水小，俺就会整对你。对咧，俺老人讲哦，莫个本爱去请曲状哦。好爱弟，李燕，爱先你咧。嗯。爸。哎呦，替你暗查，
张一这里就忝到暗呢，显得耳眼利利，唔要用干啥？爸，你莫骗我哦！新年老李味都伫茶档摆票的，好无？怎么个大家都伫讲唔使北公庙啊？迄唔迄你自家讲的啊？莫也是啊，你好好去献祭，一定要动线。我要伫送阴以前，老一件事情处理好，莫唔会懂麻烦。唔使北公庙，安尼沙条爸就会买天，安尼当好啊。反正今日你就这么改。我做咧打一条龙，做嘛该枪打同花顺。爸，既然想要完成工业区造福地方，你唔怎么该按计较嘅细细嘅部分，他做到要完成，安尼咪当好。还有，俺都老沙条爸做亲家，就唔是按人讲的呀。韩哥，韩啲定送我个结婚礼物啊？那个意思啊？电脑炫动就不敌嘞。爸，那要把什么往你丢去哦？马上都懂清楚嘞。带你个礼物个。手迄山地你应该骨头啊，伊有嘛个意见？嘿啦，伊讲伊要变骨头，本来就迄山地应唔去唔买就莫买啊！老爷细细个礼种献祭咩都安尼，迄嘛个意思啊？啊，西山条的啦，非法，因为条条用你去个，手迄山地你应该骨头啊，伊有嘛个意见？嘿啦，伊讲伊要变骨头，本来就迄山地应该。变个山地？我结婚但就迄山地。唔留到一喺人條屋企嘅啊！拜託，有冇使包按下，我衝要按到機呢？迄唔前面要加人骨头诶，张变还要按你做，因为新颖嘅粉丝懂得事情哎就软点，唔要按你危险哎，要变人老唔变面嘿。喊万人变喊万人嘛，而喊太要为比喊我世故，喊太要为咩来做来挨等好了，春阳下来啊！你阿今日啊，喊话挨讲挨等老热讲好了，偏买铁，溜你开！俺嘛强用俾大声人的粉丝，我想要老热变面咧，你喊用哎，爱衰人害屁！唔对，爱拿嘛个宠爱输赢啊！俺喺讲爱咩？唔对，还做得底下你好好供应咧。你没看过啊？你等呢？不，你回来。一件事情，我一定会查清楚，清后唔免。等下，係唔係老天買本？你就答應唔使北公廟。既然我直情搞嘅，你就立法講清楚，一件事情一定要處理好。還要跟天風重神，向前本人家騙咗啲錢，而咩出嚟嘅嘅啊？因為嘅老啊，聽人拉來潛來嘅人，我部卡呢兩隻戇啊，戇到跳出嚟，把雞向前本人家騙咗啲錢。家家行講啊，那男係挑水騙錢啊！故說我想喺老向前講，係人那男成為嘅人，我俩下終身滅前處誒，根本就係人那男滅世家家誒，故說我不卡，因為怕你條仔。免強係那男前過來滅生捱嘅，唔過我相信佢冇騙佢嘅打算，你係本人騙佢咧。
赛庙迄赢老妹七家得交的，北公公爱赛，无雅思。甲讲个骗钱的事情，我要查清楚。迄讲真经，迄哪哪要出来的，我一定会处理。你啊，你也要去听他，我就立法讲清楚，你样片唔免硬咩假哦，韩哥啊，唔使北公庙，你公开应承我，我就老天买听。你有冇？随便啦。冻爽的呀！抓都抓到咱的老吉对马的。上严格，咩唔贪行口讲啊？你杀得嘅命唔很假嘅啊，你有牌嘅啊！省。看埋嘅啦。你行路变正常的哦。唔好通话啦！哎呦，做爹好，老年人家骨头比特别好诶，爱做出日日老年人家。我就可能好，你上从的吉票 MIT 啊，爸公啊，老祖先啊，老人家骨头敲着你。希望唔有好多教训，外界勇士做乜该坚持按去托义务管理咧？就系按学妹有内同嘅思考，结果唔做乜该事情都按你心泡泡嘅，连想都唔去多想一下。唔老爱讲，做乜该按俺唔使北公庙。唔过送礼物系乜嘅意思？甲曼泽兰、苏泽人甲下讲嘅来做，先来了。阿阮，迄讲无限到，甲含尾留伫龙潭。阿阮，迄讲爱养家家，唔敢要人来听书。我会养用不？会真唔信咧，都是家家输体来咯，一定会转去台北，唔敢含尾留伫阿边。爸爸本代系无想爱插手唔入摆嘅选举，希望唔靠七家嘅势力动线。唔过也下未到安尼，唔选嘅多毛，系爱面子嘅问题咧。爱问啊，迄个爱也下就送唔使北公庙嘅礼物。唔甘地稍好来，我用会做。证件发表会的时候正式公布，讲迄眼老你争气嘅。喊我讲，东县手做的争气，提防冲绳计划嘅经费，韩国时代下迄前嘅着投资损失嘅详情，牢记着讲，唔会赔记着所有嘅损失。爸，你无雅思诶，做乜解啊？牙真知神命障碍开始，爸爸无希望唔有乜嘅污点，钱做得假假嘅，都无算嘅事情。啊，安子说。跳卡。去含有摆票嘅行场，夹夹去啊。好。天星警察讲，信号对台北传出来嘅，不过过后请不到信号，
可能迄我爸子。掉价咧，也拜真根本人杀到咧。古时候，你爸爸妈妈飞到去谈样片，同咱那家爸爸应该了。你也唔相信哦，样片係嘛爸爸调翕嘅，古時候兩片嘅氣氛哦，冇以後。咁安尼用個啥？唔會做親家咧，古時候冇湊到那洋蔥啦。佢張傳影片嘅內容誒，怎麼想傳本咱那家爸？我一傳就傳本電視台啊。幾三年哦，應該冇上去公開啦。你有冇？係些啊？冇電筒。劉坤，大家人，太神奇了，杰克！你早点把那个葡萄汁倒这来，不就完了吗？原來是各位密西暗送，原來是各位密西暗送，我就是都在做暗送哥。媽，你台北上班會無閒喎？媽，我去台北做些很久以前的事情嘛。錯嗬，唔講唔對唔返台北。唔錯唔錯，一撮聽下很唔準來，照顧阿婆嘅。係啦，我喺台北半年，那邊又吵又惡，做嘢又多，都唔掉啦。係唔係要做壞事咧啊？冇啦。我做壞事又會進來看眼咯，睇條係咩細條呀？普通條嘅啦。我開年超好咧啊！不過成功都愛啲，自家做唔錯咧，點喎？愛啲。其實啦，也唔怕，睇你做咁多嘅壞事，都好好嘅啊！有錢嗎？有啦，還有重點嘅錢。我冇錢，加我。你呀，有唔是很多錢？加我100。好啦。賺到錢哦，來讓你賭起來，康拜偷不用賺啦。好啦媽，康拜我要偷朋友嘅時間，在老家。他们三个那个样，好像是他们在竞选一样。1號，1號，請支持1號。
颜色没有跑掉，当做比例应该做对。什么嘿嘿，迄讲哦，建议要先加红色，哦，也还调不出来嘞。无啦，迄烟豆枸杞葡萄汁。那你伫青米迄只葡萄汁吼？嘎嘎子，歹势，金钱冲到离总。应该同样公司xử理。既然转来咧，就转去来高职突毕业。你看，你的夜条是按有彩挑呢，好好读书，发挥专长，帮阿公奉行。那其实无想要留你后面，要比我该多么。不过我好像出不去了。你做迄现测啦，但头摆哦，要同有相拥，想要离开亚威，是看哪敢有弟弟做的改变呐？不说我去退者。不过抢烟道，距离伫故乡要过到动次元啊。看到佢哦，我点到伫个想，来追求嘅迄条小确幸，当真跟比己好。你这么该转来？说来话长，呀哈，系县里总，还有亚给啊，有上事哦，青岛事情，东南嘅事，两位安内。是了。真的要回去喽。妈，要不你来。你要好好嘅哦。嗯。喊拜，可以带钱来哦。唔爱，我要带200。好。我好好嘅哦。嗯。厉害！还有，看到烟道，记得喊记来看我啊！我当久冇看到记咧，好冇？好，我要喊烟道，从头来看。好，好，我记得啊，我记得啊，记得啊。惊动你的快乐，你嘿嘿，不知哪该温度自由，你嘿嘿，不会在你心中变碎了，嘿嘿出傻逼。将心都给生命中的不过，让你讲嘅话，你找你拢无通到，按住伊嘅事，一直都无重要。你嘅心肝肚，空间一扎生命去亚威啦，你嘿去看伢妈妈。徛喺仓库无清好，你可是很认真的，心里很爱大药。好啦，今宵伢妈妈一开始，你来出门啊？你要买来？来同北公讲，演成功咧，故说邱老爷天地步先分北公咧。来，
家样片很传嘅吼。手顶闷闷，就迄以为味耶，然后查干人过的事情，还想老亚肯事情讲迄廿八做的，还想去点点。像唔样，本记查出来的。气色也免唔错，老黑差不多来。我老囡仔佢精神种茶树冇用到该王八鸡，佢都改邪归正的。我嫌佢拢系天数做坏事。各位，我手器材去台北传样片，个老王八鸡得要公用垃圾桶。你台北还请得到公用垃圾桶啊？唔对哦，台北嘅公用垃圾桶哦，小都请唔到呢。因为今日哦，迄叠波卡嘅垃圾，古手就数起来。掉惊去掉按过毛，迄讲太搞有垃圾用下噻。就拿住迄副卡，莫就乱叠。台北有咩睇菜糕诶？脏啲哦。跟人中意带台北。古手，来呀，他真来啦。我希望唔懂事，安尼就会留下来。唔配唔去上岸问案，迄个无限岛，我正去台北。你有冇答应天数娜娜献祭啊？哦，係咪有乜嘅本期沙多啦？冇，那有乜嘅本事啥到？就係語言根本係壓力嘛，係冇辦法吧？我冇猜疑啦，天數我按到，我做啲。慢子来养鸡披风哦，顶顶去申请专利咧，过后就做唔到嘅合约行啦。毕竟烘焙嘅文创商品哦，要做得用本房嘅方式，阿免做得上开发费啦。咧，我不用钱哦。无爱，第一爱无钱，第二来从小做东西，唔去做实力嘅角色。还个例如披风做嘅本房啊，你真经懂我聪明诶。系啊。我唔记得，今日安普条答应讲嘅事情。迄讲无限岛，甲韩尾留伫龙潭。青少爱完成慢走栏嘅话，还有老乡亲嘅钱完整去，挨张做得少。慢泽兰已经完成咧，乡亲嘅钱挨来办。哎呀吼，就照教下出场发言嘅顺序，有请1号候选人刘娜娜上台发表政见。挨老人到乡下咧。我希望你离开，我来教啥眼掉。欢迎。
响2号候选人刘娜娜上台发表政见。我老人到乡下嘞，我希望你离开，我来教授人哋。哎呀！我希望唔懂事，安尼就会留下来。你会答应听说娜娜献祭啊？哦，係咪用乜嘅本地沙多啦？今日呢，我會同大家報告2件重要嘅好消息。呢2件好消息都係我爸爸劉立凱委員有關係。第一，就係我爸爸劉立凱委員已經唔使廟咧，也係新嘅開發設計圖。大家看工業區嘅開發，然後北公廟差也唔差，已經冇關係啦。韓國沙條壩已經答應會賣地咧。故說工業區嘅開發，大家就做得好好來期待下，也就都會感謝我爸爸劉立凱委員。第2件好消息就是那係我當選里長，我一定會同我爸爸爭取更加多嘅經費來支持金錢本人偏僻嘅地方再生專案。事實上，我嘅團隊已經研發出曼澤蘭嘅釀酒咧。曼澤蘭藍染文創一下已經開始轉批哦。感謝大家，謝望大家。阮哋一群都要行工了，真勁比更少。家家鳥的咧，家家？哪有可能啊？哪有緣投？你有冇緣投無？我嘅家門啊，當重要呢。下來，有請1號蔣家華。180，加減咯。無啲練呢？加減咯。唔啲啦。用關？是㗎。什麼大家，本來一隻重新認識我嘅故鄉嘅機會，唔單槍係重新認識嘅環境，咩認識嘅動作，打電通下嘅人事物，阿公同爸爸比一隻離夫婦差唔多1甲子，經過一步嘅按多嘅事情過後。我將體會到，記得為安尼企出來選里長，唔單槍係對故鄉嘅一種指引，咩係對鄉親嘅一種感情，還卡係老維護傳統客家文化同精神，遵守使命，並啲肩頭當紅。娜娜講嘅曼澤蘭計劃，其實係我嘅一群親熱性嘅好朋友，演到叮叮當當，還有幾下才後生人嘅天數，將做得老搶色嘅曼澤蘭，調做客家醬油嘅客家蘭，
亚航技术已经同经济部申请专利嘞，将来亚航技术做着做用文创商品嘅宣传，我伫亚美爱代表医疗宣布，爱攞亚航专利权送本 Q 条例，送本 Q 条例嘅米莎里米。我嘅证件同简单，无想爱做太太嘅建设，咩唔是，请上网争取经费，请爱继续老阿公同爸爸对一只乡里乡亲嘅关怀，服务人民嘅热情传下去。我想爱用含较多嘅方式去照顾，还有同一位嘅独居长者做伴。我想爱请一条斯泰人传承含较多条条嘅人情同故事文言。我想爱本一条故事变作传承条条的地方文化嘅开始。曼泽兰本当是对环境有害嘅植物，不过伊也哈经过转化，成为动浆又有用嘅养料。这就是我东县李总高雄想爱做嘅事情。我想爱重新寻到条条里无本人注意到嘅事情同东西，问题含下有价值嘅面向。我说离开故乡，去都市请来嘅成功，去请本人肯定嘅希望。不过呀哈，我转来咧，我了解了一件事情，就是要发展出自家嘅地方特色，安尼才有机会老人留下来，才做得提供工作机会给留伫故乡嘅人。请我幸福咧，因就要留下来；请我有了归属感，因就要转来咧。这就是因讲嘅地方创生，真主要嘅意义。凉茶哦，平头配的呢，啊你啊哦，都存7只票上，哎呦喂咯！哦，还最后一个票箱哦，快对了票箱哦，刚刚养哦，哦。请我幸福咧，因就要留下来；请我有了归属感，因就要转来咧。条条里有30个疑似确诊，这无救护车呢，有所缘到去调迄通风较好的火车，去送发烧嘅重病去医院的。缘到要出哦。你讲嘅人生就很安详，爱有钱。